花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详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或深爱或深，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刺破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外酸，风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陪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受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花花公主招家讲啊，因为唔肯甲拄死养无偌久的兰阿妹相亲，请伊的好朋友李阿迪啊，改伊的名去赴约。哪知影李阿迪啊，甲兰阿妹说一见钟情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家讲啊，又发现到阿妹啊是梦中的情人，一直尽力伫咧破坏，看会当得到阿妹啊未？经过无偌久，阿迪啊去庄卡监督造桥的工程啊，正拄好细厝拄细入阿妹啊因大家手机啊因兜，认手机啊做客母。阿妹啊呢去互这个家讲来甲煽动，相信阿迪啊是爱情的骗子，三番两次设计要将阿迪啊甲赶出因兜。即摆呢家讲啊甲这个杀掉阿迪啊的水花啊，嫁到一队的老翁仔某，伫这个手机的面头前讲阿迪啊因查某囝跳河自杀啦。这个样子，咱叫明明为着你跳水自杀，佮讲啥物半日头皮大做伙啦！这个你唔通黑白讲，迄死人唔通讲输笑，迄跳落哪可能爬起来？你先莫伤心吼，我叫你查某囝出来甲你见面，你就知影啦吼。Hello， 白叔叔的，来出来哦，有人要找你啊。阿泽，我在这里啊。好，我你讲吼，恁爸甲恁母啊来找你啦，紧去甲塞奶一个，紧过哈。妈，爸，找我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甲我插咧，我强要分你啊！你甲讲嘛，天来啊，佮有黄种人生出这种黑人查某囝的。叫我无分去啊，我就爱分死啊啦！唔对啦，唔对啦，阮两个哪有可能生成咱乌团咧？迄无可能啦！那会无可能啦！啊，你含水花，当硬硬要甲这块白布安尼做乌布，吼，讲什么你查某囝是去互阿弟儿害死？啊，那会无可能讲黄种人生做这乌人查某囝？对啦，我含水花啊，阮两个家讲诶，莫安尼伤害啦。给看，你看我是谁？我今麦知影你是谁啊？我含水花咧假做人阿婆代志，是啥人讲的啊？家讲啊，我无讲哦，我甲他讲你甲水花啊，要假做老翁某来赶伊啦。啊，目的是为着要甲阿弟啊赶走。你这死讲完了呀！啊，我咧假话你甲你讲哦，你，我真正叫你假死讲啊！我这结婚哩。啊，家己袂晓搬伊，应该无啥啥，免来会使怪我啦。哎呦！阿妹啊，妈妈知影讲吼，这件代志你也有份啦。啊，你下面吼想要设计讲要甲阿弟赶出对无？妈，不过母啊，这其实嘛袂使拢怪伊啦，因为阿妹啊，确实我真正是一个大骗子啊。敢讲毋是啊？你假做家教来跟我相亲，还搁咧大包倒小姐的。哼，阿妹啊，拄啊阿弟已经有甲妈妈讲啊啦。啊，这件代志吼，就是因为这家讲啊吼，伊讲你是一个寡妇啦，啊，什么哦 SPP 数标啦，
啊，唔敢含你相亲，啊，唔知拜托这阿德啊去甲你抚育。阿德嘛想讲，你敢会是一个无正当的查某啊？啊，所以叫这家港吼去找一个查某，啊，准正讲吼是互这阿德啊骗到大巴肚，安尼你唔知袂去爱着伊。哈，像谁啊？伊是毋是为着要骗你，改编出来的故事？都是事实，人格保证。人格？但你这种人，什么人格啊？想知你是毋是串通好的啊？要信唔信哦，随在你啦。无，伊若是阮太太啊，我想一定爱伊相信。对啊，啊，等下伊若是你太太时阵吼，说个解释就好啊。妈，好，我你讲，车白白啦。啥车白白啊？无车，较险一寡尔。安尼讲吼，无冤无家，就会变成夫妻。奇怪咧，母啊，安啥？我嘛唔知，我感觉足面熟的，啊，形容想袂起来。啊，对，我甲乡长约好吼，要去讲这个高龄土地的代志，无我先来走。我即摆甲阿妹囥一下哈。无啦，母啊，啊你叫迄个普拉萨甲讲完咧吼，加港来甲迄个水花啊吼，插断。好啦好啦。好。妈，你伤相信你阿弟啊啦？唔是妈妈相信，其实啦，你心肝内嘛相信阿弟个做人，只是吼，你其实唔相信啦。妈，你想看觅，啊，你对所有的查甫人，啊，都无亲像对阿弟个安尼，因为你心肝内有问题。我有啥物问题啊？啊，你家心内清楚啊！啊，妈妈也袂加讲啦。啊，若要讲吼，就像是电视内面的广告同款。伊讲吼，像这种男人呐、已经不多啦。哎呦，要拣一个好的翁婿，嘛无遐尔简单。你家己都要好好把握。好啊啦，啊，莫阁激气啊啦。啊，小弟仔走甲，干嘛要斗3工？咦，好翁婿？哼，死讲话，我讲话，你卖讲拍啦！哎呀，哦，卖讲拍，卖讲拍！哎呀，这件好好的代志哦，互你补甲害了去啊！我无讲啊。你搁讲我讲？哎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我若无甲你教示就好啊啦。迄是你家己毋是款的啊，应该受到教训啊。哎呦，爸，伊将人心目中的利奥纳多。好啊，唔莫搁阿里亚多啊啦，我著甲你讲乖乖甲讲完煞做对啦。莫搁叫我甲水花结婚啦！若是叫我甲水花结婚哦，我一定娶起来。我有讲过，若是做着歹田，还阁有望后当。啥物啊？伊阁会我比歹田啊？歹田后当，还阁有希望。若娶着歹某，迄是火烧高粱，全无望。哎呦，佮讲我是歹某，我要给你抢回来！哦，我惊你，我莫惹你。爸，啊，若叫我去娶水花哦，我甘愿去做山后迄句饭田。有道理。爸，啊，你无讲我怎无想到？你阿爹吼要买咱山后迄句饭田，迄乡长哦要约我去讲咧。啊对。阿弟要买阮厝的饭田，我来听看卖哪使。喂，少问的，真相有对无？你拄出去啊？厝内即马拢无人，你是啥？啊，我都你是毋是要来找阮爸借钱？上好卖啦！阮爸哦，足无良心的，拢甲人摕5分哩。你听我讲，找别人较省。唔是啦，我都好啦，那无我只打电话找伊就好，谢谢哈。喂？
阿兄啊，来，我来介绍，这位就是李阿爹李先。这边你好，我是李阿爹。这位就是伊的查某囝朱月啊。朱月。朱月小姐，你好。棒啊！哎，哦，原来你就是李阿爹哦。看起来都普通呢。啊，阮查某囝哪会讲你阿里嘎多？爸，不是啥物阿里嘎多啦，人伊是我心内里奥纳多。卖做我拽啦，转去啦。都去创啥啦？人阿弟要咱刷迄区饭菜，要去过你，我都来你遮听意见。你要听意见啊？点到遮阿弟咧拢莫阿出声。好啦。来，大家请坐。阿兄啊，嗨，今仔请你来，相信你也知影，我就免搁讲。阿爹要买你山后迄块饭菜，是要来起高二伊的。吼，在价钱这个方面，希望你斗下手者。无问题。啊，我迄副餐哦，2分半啦，算较俗的啦。凊彩啊，500万了。500万哦！啊，你若讲吼要加到600万吼，迄我袂反对啦。啊，你若直接加到1000万哦，迄我会对心肝来欢喜做来，会笑啦。收贵啊啦！即摆啥咧讲收贵？爸，是我你的查囝啦。哎呦，爸，迄顶一摆金财伯要买的时阵，你才开价250万，伊都无爱定啊！你这个足足要共起4倍哦！顶去，迄顶回是顶回，即摆是即摆，若无500万哦，免讲啦。利润呢？阿兄啊，地产哦，500万无迄个价值啦，是差不多价值200万。搁再讲，这是要做慈善事业，家费高人，希望你以200万搁打对折来给伊。哈喂，200万，佮打对折，死都免讲。这是做好代，莫计较啦。对啦，爸，莫计较啦。你知影一个好啦。乡长啊，迄田毋是你的，你免讲嘛，你莫计较。我跟你讲啦，500万啦，若无吼，免讲。无，姊妹啊，无安尼啦，搁加50万啦。好啦，爸，买伊啦，人阿弟要买的呢，算较俗的啦。算较俗的，嘿，你无听人咧讲，人亲情，钱死命啦，哈！哇，莫甲我咧牵情吼，不管啥物人都共款，若无500万，免讲。爸，你哪这么无同情心呢？你即摆咧讲啥话？爸，你无听人咧讲，做善事积功德，你若做好代哈，我才会嫁好翁，生好囝，你才长命百岁。哦，免讲，我后甲你看到钱，我就长命百岁啦，钱死命了。爸，你莫咧开嘴合嘴拢是安尼钱好无？啊，你是捌啥啦？迄钱死命就是讲吼，迄若看到钱吼，迄对心肝窟啦咧直直欢喜起来安尼。迄我吼就是逐工伫咧房间内底拢咧算钱啦，我的身体在这么健康美快哦。好，爸，你买是无？免讲，若无500万，我绝对无买啦。阿弟，就安尼决定啦，我迄区田免费送你。啊？要送伊哦？对，迄区田吼，你是咧起高利的啦，去生钱都唔甲你收啦。啥话？无要收钱哦？当然啦，你若是要收钱，而且吼，开工迄一天吼，我会阁叫阮爸管50万啦。管50万？伊的意思是讲吼，50万还无够啦，安尼阁甲
己50万落去啦。 50万。哦，还阁无够的啦，咱阁家己50万落去啦。安尼就150万咯。你哪会买开去讲挂我的目镜？阿弟啊，咱就安尼决定啦。等下吼，我等下餐去互你啦。加来。哦，你愈讲阁愈适拍呢。小姐，咱借问一下，迄句菜是我的，你的？当然是我的啊。爸，你顶一摆讲吼，迄颗菜是将来要互我做嫁妆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既然是要互我做嫁妆，我就有权利处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呢，迄颗菜吼，阿舅啊要去起高你，你无理由反对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反对哦？好，无要紧，我给你机会上诉啦。好啦，无意见啦吼。阿弟啊，恁爸答应啊啦，咱就安尼决定啦。好，朱小姐，谢谢。无啦，谢谢吼，就唔免啦。要唔过，要唔过啥？要唔过你若要订迄颗菜吼，你得订我这个人啦。哦，那这是应该啦。娶你哦？对啊，你敢捌听过讲人风甲咱要嫁妆，唔爱人的哦。所以讲吼，你若要订迄颗菜咯，定得爱娶我这个人啦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甲你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哈，最后要嫁娶伊。对啊，伊就讲吼，迄句田是伊的嫁妆啦，啊，若要伫伊的嫁妆吼，啊，就要娶伊的人啦。对你个头啦，对，我要哪有可能为着迄句田就甲娶啦？哎呦，你哪会答应啊？迄求拢求袂着呢。哇，那这声你就人财两得啊，冒死啊！对啊。再想对吼，头都甲你念落来。什么人财两得，什么冒死啊？我敢迄款人哟。免假啊啦！当人个无嫁妆的小姐，就骗甲人大巴肚啊！咱水花吼，即摆连人家产都拢要送你啊！哎呦，见到拢流喙烂水啊！要你安尼假死！阿妹啊，拜托一下好，莫定定当作我是遮尔下流的人好。我都早就甲你讲过啊，你甲伊相亲的时阵，大巴肚迄个查某囡仔是假讲的，找来无枪的啊！当你哪就甲我解释啊？我毋是你某啦。妈，伊吼就是惊咱笑伊人财两得啦，所以吼就伫咱面头前假有人格，假有自尊啊。其实心内哦根本就是暗爽，免你安尼假生气啦，知咧啦。无你靠因阿嬷就要带水花去开房间了咧。你，母啊，你甲看卖啦，定来讲这个话你甲我硬啦。阿弟啊，你就莫甲伊计较，若无吼，你就参照较早迄死无良心的对待妈妈同款。好啦，母啊，你定定咧讲迄个死无良心的到底是啥？啊，就母啊少年时阵的查甫朋友啦。你莫阁讲起来，你若讲落去吼，我心肝内就足艰苦。好啦，莫讲吼。阿弟啊，你无爱带水花啊？你要去高丽迄个土地是要安怎解决啊？喂，阿刁兄，我加讲啦，我拄则听水花倒来讲啥物？你爱伊迄区田，无爱伊的人。对啊，我哪有可能为着迄区田咧带伊的人啦？田含人哦，袂当分开啦。你到底要甲带无？那田我是要治啦，人哦无爱啦。你唔通袂记咯？你有答应个高级院的院长哦。啊，讲再搁讲啦，你敢忍心看遐高级无依无我，连一间通大的厝都无？对哦。为着要遐高级吼，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厝通大吼，莫讲带水花啊啦，就算讲哦叫你跳火溪哦，你嘛应该做咧。这我知啦，
也毋过哦，对就好，加话莫讲，我来讲哦，下暗7点，水花啊吼，约你伫迄咱起桥迄工地边仔迄个圳沟边有无？你两个见面，到时吼，你两个好好讲一下。对，你若找无所在吼，到时水花啊伊会唱迄山地歌，你照迄个歌声吼，就会当找到伊个人啊。吼，就安尼啊。好。嘉刚，阿弟安怎讲啊？答应啦，你约会啊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嘉刚，阿弟安怎讲啊？答应啦，你约会啊。真实的哦。当然嘛是真实的，下你好好把握机会哦。哎呦，这下你讲，我一定会利用你长美回光暗暝，对于好我施展我的热情，含要求，我一定要互我天后纳多，杀回我这边来。要是你家己莫排队最高底就好啊。哎呦，你这个死讲话啦！你来定甲我拍一水啊！我真正甲你欠过。我惊你，我惊你。我即马吼，你赶紧来装好水水，准备通来约会咯。呀，来去，来约会。无啦，你想我拖你走你创啥啦？你的房间伫迄边。爸，你转来啊？爸，中昼你出去的时阵，有一个小姐打电话来找你哦。是要借钱是啊？哎，最近哦，向多足济，若无20分哦，我爱借啦。哦，爸，你比地下钱庄还佫较凶哦。迄地下钱庄要甲我比啥？伊嘛才10分尔，迄算起来我会使啊啦。还是啥要借钱啦？毋是借钱啦，爸，大概是你伫咧外口骗人的小姐，人打电话来啊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敢不敢记太阳球？别人敢有可能亲像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，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。